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拜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昏宣布选赢了后，随去教堂参与弥撒。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是连续2天拢伫讲古鲁夫，嘛互几个人笑讲伊是失败者。毋过伊无要承认选输，继续伫推特写讲伊选赢。毋过这个文章嘛互推特注评讲是有争议的。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七八早起，甲厝内人去德拉瓦州威明顿一间天主教堂参加望弥撒，这是过去差不多逐礼拜日拢会做的代志。拜登过去2015年因为脑癌过身的大汉后生，无伊的梦远行咧。伊的爸母第一任太太甲查某囝纳奥米嘛拢待伫咧附近，这嘛是头一摆以准总统的身份参加望弥撒。现任总统川普是连续2天去维吉尼亚拍golf golf夫，伊的车队离开发火时阵，路边有民众对伊举牌大声喝休。 川普拒绝承认败选，七八伫咧推特破文强调讲，家己已经赢一场选举，毋过拢去互推特注文建议，无认说川普这场选战已经转做法律战，而且讲已经向真济州提起诉讼。其实拄选前到选后，拢有人诱讲川普若是败选，会拒绝移交政权等等的相关消息。There is no leg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cession or the lack of concession. Trump isn't going to be president on January 21st, no matter what. Biden has joked about the Secret Service knowing how to remove trespassers from the White House. He could just refuse to coordinate with Biden and with Biden's staff, thus making it hard for Biden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伫咧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根据全国广播公司的统计，民主党伫咧众议院摕到225席，共和党摕到210席。参议院的方面，民主党甲共和党两党伫咧席次方面暂时是互相比拼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拜登选赢影响未来美国、中国甲台湾三边的关系。有学者就认为讲，未来拜登执政会甲 Trump 一致坚持美国的利益。也若美中贸易战甲防止高阶科技泄露，美国共款会甲咱台湾做伙对抗中国。 拜登胜选未来集资白宫，美中台关系如何发展真受关心。因为竞选期间传出，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真好。未来美国是毋是继续支持台湾？是毋是修正印太战略，拢成做各界关心的焦点。拜登的阵营强调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必须是在确保美国的整体的竞争力。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他还是非常强调民主，还有一些人权的重要性，还有一些是区域的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未来的关系，可能还是一个很动态的竞合关系。学者认为，美国不管倒一位总统上任，拢是以美国利益优先，确实为台湾军火对美国经济甲亚太战略有利，就会继续。再经学者分析，未来也是要符合美国利益，才会重回 CPTPP 的可能。伫美中贸易战甲科技战也是同款的原则，尤其伫科技战顶悬会继续革命，围堵中国。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对于它这些资讯安全的侵害是有很高疑虑的。科技领域美中对抗的趋势大概不会改变，应该要联合盟友统一的战线来对中国在科技上面的威胁跟崛起跟威胁，然后让中国能够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学者分析，拜登伫台湾议题上甲川普同款，不过做发展权可能有点差别。重点是爱观察拜登组成的执政团队，会用提供什么款的策略。尤其美国国内疫情严重，选战后内部严重分裂，拜登应该以对政为主，外交慢慢修正。记者综合报道。 昨是反送中运动当中摔倒楼的香港科技大学大学生周祖乐过身1周年的日子。香港对昨下晡开始，一直到暗时，陆续有民众去大楼献花。一直到暗时，警方上公布警告讲，袂使超过4个人聚集，若无就是违法。矛对6个人开罚单，而且甲一个查甫人掠去。伫简单的铁片顶悬用蜡烛摆一个真大的纸，而且伫边搭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祖乐的相片。 特别是周祖乐过身1周年，拄下晡到暗时，就连续有民众扎花甲蜡烛来现场悼念。2019年11月初4透早，周祖乐对上伫停车场的3楼摔落来，落尾送病医急救。伫咧11月初8上甲震动宣告死亡。外界认为讲周祖乐是第一个伫咧香港反送中示威、经面冲突现场附近死亡的人，质疑讲伊的死因并不单纯。正地将众人多於是人嘅群眾聚集。
警员对下晡开始，嘛是去停车场国路站甲附近的12路口戒备，因为限聚令禁止超过4个人的集会，所以暗时警方嘛由封锁线，要求现场的人士离开，了后，民众大声喊口号。警方是举旗起来警告民众涉嫌违反港区的国安法。包括香港時代革命，有分裂國家並且觸犯。有警察帶警備狗來現場，而且佮向記者來背。當到暗時，警員總共抓一個涉嫌刑事毀損的查甫人，而且對違反限聚令的6個人處罰。抗議人士認為講，周梓樂敢若是香港抗爭運動當中的一個例。也閣有真濟甲周梓樂同款死因不明的人，攏也咧等待真相。若是周梓樂死因，裁判定會喺這個月16開庭。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今日繼續受東北季風的影響，佇遮方面的北部、東半部會落雨。咱來看上新的溫度。今日基隆北海岸、東北部、大台北山區雨會較粗。氣象局佇早起的時已經針對基隆市、台北市的山區、新北市北海岸甲新北市的山區發布大雨特報。因為最近有較濟中南部的雲嘛較高，所以嘛有落雨的機會。另外，東北風嘛有吹來污染物，外島甲下港愛細字，今日的空氣品質攏是柑仔色的級數。目前伫南沙島的海面上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今日半暝2點已經發展做今年第21號的風颱，未來會走向越南去。另外，目前伫菲律賓東邊嘛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這兩天有機會會變風颱，不過這兩個風颱攏未來台灣。輕度風颱閃電已經遠離台灣，氣象局解除陸上甲海上風颱警報。不過，這擺風颱並無對水庫集水區帶來明顯的落雨。水利署探閃電風颱外圍混合甲熱力作用，東部在桃園石門水庫、新竹玻璃水庫、林義潭、明德甲詹門水庫這5座水庫實施臨港淨雨，希望因為水庫帶來雨量。這個人工增雨的效果，是非常有限，會因應和就是水情的發展那來調整適當的來調整燈號，來滿足各界的用水需求之下，來採取必要的措施。最近攏無啥落雨，全台水庫水情一個度紅燈，石門水庫有效的脫水率下降無到5成，永和山大約4成，明德水庫2成以下。中部地區李魚潭、德基水庫攏無到5成，無啥水庫上慘，敢若剩14.9%。而南部地區北河水庫敢若剩無到1成，詹門水庫敢若剩2成的邊緣，水情繼續無樂觀。預期雨勢上來講的話，並不是說不會到太明顯，就只是帶一些水汽上來，在中南部地區只有一些就是零星飄雨的現象啊，對於整個水庫的一個幫助應該是沒有到太大一個。第21號風颱矮頭有過進入南海了後，繼續偏西往中南半島，對台灣影響無大。不過有機會會為中南部帶來一寡落雨。另外，最近受東北季風影響，桃園以北、東北部變天轉做濕涼。未來一禮拜有大雨發生的機會，有高上低溫20度，體感溫度上低17度。記者綜合報道。大家鄉親，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選調，總統蔡英文嘛透過 Twitter 向拜登恭喜，因為拜登喺今年正月有恭喜咱蔡總統連任。總統蔡英文表示，即馬伊聲講，輪到伊啊，要向拜登甲賀錦麗講恭喜，希望台美做伙拍拼深化關係，替國際社會做出貢獻。來看中國時報，拜登選調美國總統，明年正月，咱要開放有300種的美國豬肉進口這個政策，敢會改變？另外，台美的交流敢會受影響？國安高層即馬證實講，台美高層經濟對話相關的會議甲日子，目前有咧甲美國國務院參詳，上緊佇12月中就會召開。來看聯合報。海軍司令部證實講，美軍陸戰隊有接受咱國軍的邀請來到咱台灣。對於今仔日開始，小連續4個禮拜，會佇高雄做贏甲咱的國軍相關的課程，這嘛是台美軍事互動。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停止7、8個月了後，這嘛佫開始恢復運作。來關心國內，咱昨國內有新增加4例對境外帶病入境的案例，頂禮拜計共有19個帶病入境的案例，新的病例增加的速度真緊，嘛證明講國外疫情真嚴重，外國的疫情也在傳。國新增加4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而這也是這禮拜境外移入總計病例達到19例，創下今年4月底以來新冠的紀錄，全台總計577例確診病例。歐美還有亞洲這邊的病例數都在
增加社福类移工、产业移工的需求，但压力存在相应的就是接到比较多境外物的病例确诊病例内底，案例575、576来自印尼，是30到40外岁女性移工，2个人在10月24坐同一个班机到台湾，10月初6检疫期间进行采检，确诊阳性。而案例577是来自菲律宾20外岁男性，以移工身份来台湾，不过伊伫个检疫期间进行所进行的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伊直到由中介自费安排采检，才发现阳性确诊，总共采检失败才确诊。这种因变阳的个案但是他们的病毒量事实上算起来都是很低，没有办法培养出活病毒。过去感染过那目前还有残留的病毒碎片的这些个案，它其实对社区并不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而第4名确诊者案例578，也是来自菲律宾10外岁男性，10月25来台湾读书，入境到即阵无症状，一直到11月初7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发现确诊。指挥中心讲，警官已入旧案无排除会随着国际疫情扩大继续增加。即阵国内最快依然是实施14天特殊检疫，确诊个案拢是特殊集中检疫期间被发现，对社区的威胁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马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000万例，死亡人数嘛有125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生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77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多例，香港有53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108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印度已经超过85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565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38万例，法国超过183万例，英国超过119万例。再来关心，即届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过程真紧张。伫选举进前，民调是讲拜登会赢真济，亲像民主党真有信心会赢佛州，啊，毋过到尾啊嘛是互川普赢去，显示讲即摆的民调甲4年前同款有争差。对即届美国大选开票的过程来看，咱像无像真济间选前民调所预计，民主党的蓝调会甲共和党的红墙拍倒，来发生一面倒的状况。至少开票初期的状况，一定互民主党是错一着，因为选前真济间民调显示，川普伫咧佛州等等的关键地区，民调一直拢是输，啊，毋过川普落尾也是摕到佛州29张选举人票。At this point, we see that Joe Biden seems to have won Arizona or is trending in that direction. Donald Trump has carried the Sun Belt. He's won Florida. He has likely won Georgia. He seems very close to North Carolina and is trending towards a win there as well. 学者认为，讲民调无准，无一定拢是民调机构的问题。其实有真侪选民原本就无愿意表态，而且佮以无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为主。伫10月30，川普伫咧选前到达第2届去威斯康辛州，就讲到稳胜选民，也就是歹势川普选民的问题。嘛强调讲，家己伫咧即个州的民调绝对无可能输甲双位数。学者认为，讲民主党拜登定下的选战策略，大部分是锁定伫咧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啊，佮川普个人做一个总统领袖的特质。但是，却无注意到川普的执政策略甲风格，也是有真侪基本盘的支持者。A lot of people have seen this election as a referendum on the president, on his character, on his dignity, on his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style. I think a lot of Democrats thought that would be a slam dunk for at lea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ve known that he's had a really loyal, steady base. But I think this election so far, and it's, we still have a lot of data to come in. It's going to take quite a long time to analyze it carefully. But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America is very divided on the question of Donald Trump and what he stands for. 美国是新冠疫情的第一大国。全国超过950万人确诊，而且有超过23万人死亡。民主党认为讲，把新冠疫情当作选战中心的议题，会当凸显川普执政的失败。啊，毋过根据爱迪生研究机构伫选举日当天所做的民调，那些美国民众上关心的议题是经济，第二是种族平等，第三则是防疫。专家认为讲，无论这届大选什么人选赢，上输的拢是民调机构。因为经过2届大选的民调拢无准，以后选民面对民意调查，可能会更较无愿意表态，对民调公司的信任度嘛会降低，所以民调公司一定要赶紧改善调查方式，降低民调无注意到的所在。记
记者综合报道。那拜登成功选赢，对美国有啥物款的改变？拜登就认为家己是温和派，伊伫政坛要半世纪。每年伊就任了后，大家又讲美国应该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甲 WHO 这国际组织。那伫美国的国内，亲像枪击管制、警察执法、健保、扣税这政策嘛，拢会做调整。美国大选投票结束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正最头一个退出的缔约国家。拜登胜选消息传出了后，巴黎市长伊达哥随推文欢迎美国回来，斗阵共同来对抗气候危机。Donald Trump, when you say climate change, he thinks hoax, and that stable genius, as he calls himself, continues to say wind power causes cancer. 拜登竞选期间就表示，一旦当选，美国会甲国际社会共同对抗气候变迁，也答应重回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强化全球防疫工作，重新加入6国甲伊朗签订的合作协议。不过条件是伊朗无违规。而伫内政方面，拜登的重要政见之一是对年收入超过40万块美金的家庭加扣12.4%的社会安全薪水税，在这个标准以下的家庭会提出更加多减免的做法。另外一方面，为了伊会放宽对产油大国委内瑞拉甲伊朗的制裁，并且强烈支持绿色新政，降低对烧土炭、天然气、石油的需求，伫清净能源产业创造1000万个工作机会。升级管控方面，拜登计划加强国卫人的背景查核，提议禁止制造、销售攻击性武器，甚至有意提出买回方案，让遐武器对美国国路上消失。拜登也支持全民医疗保险、简化健保制度、降低健保用费。政治政治方面，伊讲话司法改革保障少数族裔。另外，拜登捌讲过，上任头一天要做代志，就是要取消川普对13个穆斯林国家所实施的旅游禁令。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美国媒体拢报讲拜登已经选赢，现任的总统川普也是唔认输。伊讲伊家己摕到7100万张普选票，这是拍破纪录的人。川普嘛继续指控讲这场选举有人做手。另外有一寡支持川普的民众嘛无法度接受败选，伫街路抗议。民众人机啊亚白化要求停止投选票。美国总统大选问题真多，现任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有人上街路，有人到各州的选票中心外口抗议，批评选举无公平。I think Trump supporters are positive. I think that they know it's not over yet. We believe that there's evidence out there and the truth will prevail. 美国真济间主流媒体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得到关键州并州的20张选举人票，也超过当选抗战270票。不过，宾州的川普支持者无认输，怀疑选举有诈欺行为。就算主流媒体甲各国元首拢向拜登祝福，不过川普阵营也无认输。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表示，会伫拜日发起大规模诉讼。Thank you, Mr. President. We love you. Have a great life, right? Yeah. 川普本人是伫美国时间7日早起，第摆出现伫高尔夫球场，要离开的时阵，车队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不过，车队到白宫附近时阵，真侪人传出嘘声，广场顶悬有人庆祝川普失败。到目前为止，川普本人伫推特发文，指控拜登的部分选票无合法，佮讲家己得到7100多万张的合法选票，是现任总统有史以来上侪票。不过，相关大文拢被推特标注警语，显示有争议。当地时间7日暗时，华盛顿特区街路出现真侪人，有人也反对川普甲掠川普的标语，要庆祝拜登胜选。不过到目前为止，川普拒绝让步，也无承认拜登胜选。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在增加。英国的国防参谋长卡特是认为讲，疫情大流行唔但会造成经济危机，恐惊嘛引起第三摆的世界大战。来关心美国疫情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今日会先公布由12个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定出未来美国的防疫计划。来关心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昏宣布选赢，前总统小布希是表示讲，伊已经有向拜登讲恭喜啊，
不过嘛认为现任的总统 Trump 是有权利要求定计票的。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即马确定由民主党的拜登选调。咱总统蔡英文有看讲，拜登伫今年恭喜伊成功连任的文章来恭喜拜登。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未来台美合作会愈来愈密。若国民党这边是由党主席江启臣代表祝贺，期待台美会当继续合作，加强关系。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发表胜选演说。总统蔡英文早起伫推特发文，讲轮到伊祝贺拜登贺锦丽当选总统、副总统，期待台美双方合作。也转发今年1月拜登恭喜蔡英文成功连任的推文。另外，外交部也以推文恭喜拜登团队，并且表示台湾期待在自由、民主、甲人权这共享价值上，甲美国深化双边友好关系。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祝福，伊讲在蔡政府领导下，美国政府无分党派，拢甲台湾有真大进展。无论是通过友台法案，也是军售、贸易额拢大大增加，未来台美关系愈来愈好。两国之间有这么深的长年友谊，又有这么大的经贸各方面的关系，相信未来美国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一定会更加的重视台美关系。根据了解，蔡英文初八早起召开国安修订会议，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联络，就这阵情势进行讨论。国民党是以新闻稿方式表达祝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代表国民党向拜登先生甲贺锦丽女士表达诚挚的祝贺，也讲期待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甲中华民国继续互惠合作，并且强化伙伴关系。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讲，伊过去访问美国时，捌甲拜登有见面过，期待台美关系会用向前迈进。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林伟洲是要邀请蔡政府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我相信台美关系也绝对不会因为谁当选而有所改变，尤其在美国反中已经是主流民意，所以呢，拜登也不敢轻易去改变。有选前外界质疑民进党是川普当选，对拜登当选立委陈廷辉大家放心，嘛有信心，台美关系袂因为拜登当选有任何影响。记者自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的年度总冠军拍到最后第7场，暂时由统一狮以7-4拍赢中信兄弟，继7场了后，统一狮阁摕到总冠军，这嘛是因队史上第10座总冠军。打击出去，这一棒在左半边，苏日杰掌握到飞球落点，完成接杀，比赛结束。拄倒边外野看台弹出感觉色的彩带，统一狮摕到这场比赛第27个出局数，抢到今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全队冲入去场内底庆祝。2020年台湾大赛，西球两队是一路拼到第7战，统一靠2连胜的气势，第一局就来得分。满球数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落在了界内，形成安打，所以这个时候垒上的江连伟绕过3垒，要准备回来得分。第2棒陈家宪攻出有打点的2垒安打，帮助西队先得分。伫咧一战拼输赢的上尾局之战，统一前3局逐局拢有分数，摕到3-0领先。球队是把握第3局下半局的机会，要来拼一道。第一个球就出手，在右半边，最后林敬凯没有接到，落地形成了安打。3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中信兄队采用哪攻哪走的积极战术，总共攻出6支安打，摕到4分的大局。比数是14-3来超过，统一一直到第7局顶半局，靠保守无接到球甲安打，才甲分数拼倒转来，而且靠陈家宪攻出全垒打的保险分。这一棒打击出去，来到了右半边，潘志芳往后追，这个球最后是越过大墙了，出去了。陈家宪的全垒打。陈家宪攻出正边外野的2挥打点全垒打，甲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而且投手不离可，顶礼拜四才拼出弯投完封胜。第8局上场后援2场，敢若互攻出1支安打，无失分，替西队甲胜利收掉咧。统一伫2013年了后，搁一届得到总冠军，总教练强调讲意义真大。大家不看好我们，确实我们是战力是最弱的，但是我们很努力，一步一脚印的去把球赛赢回来。其实斌总有跟我讲过，如果我打不好的话，你要去鼓励你的队友，队友就会帮你补起来。就刚刚志杰讲的，志杰状况不好，那队友为他挺身而出，这就是团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会这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凝聚力。攻出关键全垒打的陈家宪，红选择这场比赛高场 MVP， 若是39岁的老将潘武雄系列赛累积7分打点，得到今年台湾大赛上有价值的球员。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南永康有一间自助洗衫店，昨日发生起爆，有4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是重伤。因为消防局即马表示讲，这间洗衫店是无牌的，佮违规把加速桶放伫厝内，所以会依法开罚。这查某人骑车才停好，准备落车，要入去店内提衫，啊，毋过下一秒，爆炸粉尘一耳望，将视线拢砍掉了，冲击威力，互这人飞出监视器以外。我们有固定在检查，我们都会进去看啊。因为下午还有来看，也没有闻到异味或什么啊。我每天都会来巡啊。因为加速公线漏气引起起爆，航驶机器陷入火海，其中伤势上严重的是65岁姓氏的查甫人，全身45%，医到3度烧烫伤，送去病院治疗。佮看迄个人安规身躯啊，后壁甲接片腰遐安尼崩一空，伊要烘衫啦，钱落就咱爆炸起来。隔天电话现场，天棚的架拢落落来，厝顶也被掀开，4桶50公斤的加速桶已经烧到乌麻麻。隔壁的烧肉店甲其他4间店头也拢受灾殃。其他洗衫业者就表示，使用加速型的烘衫的机器，拢有防止加速外泄的开关，加速桶也放伫外口较通风的所在。在那个安全防护上做比较严谨一点，多找那个瓦斯业者来做定期检查。违规开设的没有报营利事业登记，所以我们没有列管道。洗衣店还有那个瓦斯的供应业者分别来举发。台南市消防局表示，放80公斤以上的加速桶都要列管通报，业者不止放伫厝内，也阁无营业登记，会依照消防法罚2万到10万。虽然消防局一年会做1摆的稽查，毋过因为业者无通报，也正做暗藏伫街头巷尾无定时炸弹。记者综合报道。福寿山农场的天池，互袂少宗教团体认为是修行的好地理。即马有宗教团体伫山顶设天池夜米，互农场的业者主动，伊嘛无咧信道。市政府家人某一间供庙人设台中市和平区福寿山农场天池，有人提莲花，有人画家将面谱。这时阵有人向天池夜米甲糖仔，被福寿山农场的人阻止，啊，毋过也是无要听。小姐，不可以撒这些东西哦。福寿山天池是农场上悬的所在，被部分宗教人士看作是圣地，特别来自家人供庙部分信众的行为，互工作人员真生气。因相传此地风水灵气甚佳，是许多宗教团体朝圣之地。本场天池因有宗教团体抛洒米及糖果，经过农场工作人员规劝后，仍不听劝阻，如规劝不听者，将通报警察单位进行取缔。福寿山农场指出，常常宗教团体会来天池做宗教活动，只要无破坏环境或者是干扰其他游客，大部分被阻止。啊，不过确实烧香、烧金纸或者是撒钱的行为，阻止了后无停止，会通报辖区派出所处理。对信徒行为，家人即间供庙庙方人员会室内，佮保证下摆活动会加强约束。那我们不晓得说为什么突然他们会乱撒公一起去，但是我们也不晓得说会这样状况。他毕竟我们是主办的嘛，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就是说负起一些责任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剧情要管理好。是真的很抱歉。即马台中和平区的福寿山农场红叶慢慢转红，农场希望游客爱有公德心，共同维护山林美景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乡亲想要看的册，伫图书馆敢拢找有。云林县政府即马甲县内13个图书馆合作举办你拣册，我要互你看的活动。亲像伫西丽图书馆，就专工请出版社寄新的册来，互民众家己拣，嘛增加图书馆的收藏。桌顶拢是今年拄则出版的新册，有文学类、生活类，嘛有囡仔册。民众来遮亲像伫踅册店，若看到有介意的新册，会使记伫这张卡片，推荐予图书馆采购。平常就蛮常来图书馆，然后因为
刚好有办这个活动，我们常常其实之前就会推荐一些新书，那刚好这个活动，那我就觉得趁这次的盛会来一起参与，可以多出去走走看看，因为现在疫情严重嘛，就是通常宅在家。这是云林县政府甲县内13个图书馆举办历经册挖出钱的活动，其中西丽镇图书馆特别请出版社寄200多本的新册来。麻烦民众甲图书馆斗3天，决定买什么册。是小镇上哈，书店比较少，那这方面的文化刺激，对于镇民来说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希望说，镇民也有机会，就是感受逛书店，然后看新书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就是协调一些代理商、出版社，帮我们寄一些新书过来。那加入那个民众的意见的话，可以让我们的馆藏更切合民众的需要。根据西丽图书馆统计，民众订的册各种类型的拢有。虽然目前活动已经结束啊，不过图书馆嘛是欢迎民众平常时会使甲私人的册单报互因知影，甲阅读的快乐甲乡亲分享。后摆来图书馆嘛会使甲家己推荐的册借回去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帮助囡仔面对未来，云林斗南高中国中按照古早例举办骑铁马，互囡仔当大人，互学生囡仔骑铁马认捌在地产业甲文化，嘛透过活动，互囡仔学着解决问题能力。云林斗南高中国中部3年学生总出动戴安全帽、骑铁马，准备出发。这是斗南高中特别举办的铁马成年礼，互学生认捌在地特色，也在骑的过程中面对路途种种挑战，学生会当独立负责。你未来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就希望自己能负责任一点吧。蛮好玩的。好玩。对。你骑到现在有什么感觉？有点累。有点累。未来就是算是成年礼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可以再更努力一点。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成熟一点。铁马成年礼规划对斗南高中出发，骑去好舞糖厂，认捌当地制糖产业，刷落去骑到当地大庙顺安宫，完成成年礼，祝福学生很有勇气面对未来挑战。在他一路我们到终点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甚至于可能车子会坏掉，或者是他身体的状况。那我想，小孩子他不管是在学习的路上，还有他人生的路上，他应该都要有这样的有机会可以这样的事先体验。这届铁马成年礼骑的路线特别配合在地特色，希望学生定群地方，未来中大成人也会当独立自主，行出家己精彩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关电的冷角即马当地大出，农会嘛利用冷角研发出济物件，亲像冷角茶、冷角面，还有冷角猪脚、甲冷角排骨这料理包，互冷角即马食法充满变化。最近是冷角的产季，台南关电区是全台冷角上大的产地，农会就利用冷角推出济无共的加工品，其中冷角面是总统蔡英文送予防疫国家队的礼品。10月中之后就进入菱角的盛产期哈，那盛产期的部分哈，大概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时段哈，来推销我们的那个菱角相关的系列产品哈，尤其我们那个菱角面也是入选我们那个英雄面的其中之一哈。台南关电是菱角的故乡，这个菱角食起来口感是甜佮松，摕来做四小也是料理，拢真适合。因为种植的面积是真大，加减会互相竞争，也会提高菱角的品质。关田菱角是台湾最大的产区嘛，优势就是我们灌溉就是用无船头水库的水嘛，所以种植的多，农民就有一种概念，它就会比品质，这叫互相会竞争啊，所以品质会相对的比较好。另外，伫11月的时阵，农会要推出菱角猪脚佮排骨的料理包。即阵食菱角当着是菱角唔赖营养，农会嘛下心神创新，互菱角的食法千变万化。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工业用的笑气已经加入管制。盐阁新北市的警察局半暝啊伫路头临检，头一摆抓到有人违法咧送无牌的笑气，已经甲涉案的司机移送法办。
一气球吧。新增分桥员警路检所发现生50部人车后边放真济包鸡龟仔，警方怀疑是灌笑气的鸡龟仔。进一步检查后车道，发现搁载高机的笑气钢板。生50部人表示，笑气是为网络顶悬买来家己用的。经该驾驶的同意啊，在那个打开后车厢检查的时候啊，在后车厢有发现酒瓶的那个笑气的那个钢瓶，就将它带回所内去了解，然后去追查它的上游。警方盘查的过程中，生50部人手机一直响，叫伊赶紧将笑气送过来。警方怀疑伊根本是将笑气送去互人开 party 的小蜜蜂，以毒管法将专案移送环保局，向当罚30万。他在法律上的规定是3万到30万，一般第一次触犯都会以最低的罚则下去先予以处罚。警方强调，工业用的笑气绩效真俗，过去对卖甲运送行为无法通发。不过政府伫10月底公告笑气纳入毒管法的关注化学物质了后，会依法处理，请民众唔通行歹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食薰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嘛影响失智症。有一份研究即马是显示讲，食薰的人头壳底的失智症危险的因子、甲发炎的因子拢较悬，神经保护因子是较低，所以只是讲食薰嘛会去伤着脑。食薰的人伫全球各地卖酒，有真侪人拢知影会致使癌症者各种的病发生。不过对脑部的影响，却因为真歹摕到大脑组织，所以一直拢无直接证据。不过台南安南病院甲北京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合作，发现食薰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失智症的人的身上可以有一些指标，从脊髓液里面抽得组织来检验发炎指标、神经保护指标跟这个氧化指标，就可以来说明为什么可以增加失智症。食薰的人用骨髓当中，致使失智症的有害蛋白质，也有神经发炎因子，拢比无食薰的人较悬。不过，用保护大脑的神经保护因子却降低4成。相关研究成果登伫精神免疫学顶尖期刊甲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伊所提醒失智症目前无根治的方法，建议民众减少烟酒，维持健康饮食甲运动，才能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中华田中马拉松将举行，有一对新人去年去参加比赛，互相熟悉，今年决定要结婚，行一世人，所以伫今年就穿新娘衫、西装去参加。一路有通啉，有通食，阁有xuất席，有牛排，选手嘛笑讲，这有影是上界幸福的马拉松。正式就向参加田中马拉松的选手努力向前冲。而这对穿着新娘衫甲西装的新人，因为走马拉松来熟悉，背后这天嘛要用相卡来见证爱情。不是参加训练营认识的吗？对，训练营认识的，训练参加，对，是。对，谢谢。对，跑得完吗？可以。可以。举办到第8届的田中马拉松，每年拢吸引不少参赛者，其中沿途的补给站是为了选择真侪。还佫牛排切做一喙会用食的大细，现场热势来供应，让参赛者感觉真幸福。赞赞，明年很幸福，太幸福，明年一定要再来。来几落届参赛者表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比赛毋是延期就取消。一年一度的田中马拉松会用你如期来举办，是大家对防疫有共识。真的很感谢国家队的加油，大家能够配合，对，大家都戴口罩，这样是最好的。8号上午举行的田中马拉松，选定是42公里，健跑组的嘛有10公里。沿途经过田中的农村，虽然只有边境的管制，影响到国际跑者来参加比赛，但是有12000多名民众为全国各地来参加比赛，让跑者用亲身来体验小镇的热情甲风光。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来屏东，屏东东港家长的文化真兴，所以有家长区的名号。顶中街的强善堂是主要的发源地，嘛是有保存家长文化超过90档。即摆互屏东县政府登录做县内无形的文化资产。
站脚步牙开心，面就爱画秀义的面谱，身躯爱像王牌同款，又搁在又搁直。这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屏东东港的家将发源地强盛堂。台湾目前来讲，找无几间甲东港开基强盛堂相共，因为伊是强调那个武术表演跟他的功夫底子。对强盛堂的排版，就通了解，这个宫的组成其实是强盛堂、浸水宫和强义堂三个堂结合做伙，这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主要奉祀神明有兴府大千岁、金虎千岁和五福大帝驾前10家将。本那当到神明闹热，强盛堂的家将就会展现因威风凛凛、守护乡里的气势。强盛堂是驾前的护卫军迄个10家将。希望是以后在100年后再申请那个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这类文化很优良的文化再传承下去。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共善堂这个地方，更多人去了解，然后参与它这些文化的活动。超过90年历史的强盛堂，将老辈传统练武的精神一代传一代，也延续办家将就爱脚踏实地的态度。即马这个文化也已经被屏东县政府登录做县级的无形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的统计，以前的是咱台湾去互日本兵操打，去做慰安妇的人，知影的就有59个。即马在阿嬷年岁大，只剩2个也搁活的。基金会有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关心慰安妇议题的博物馆，不过因为疫情甲经费的关系，这个博物馆明仔开始要暂时关门。嗰啲顶讲吼，除了是代表迄阿嬷吼，这个样子吼，就相当于阳明山呢，就嘛还有芦苇，芦苇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它不折断，柔弱但是有韧性。照路德的形体打造的电拱，计共59支，抽出来的人名，每一个拢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去互日本征调去做性服务的慰安妇。这间伫咧台北迪化街，真有古味的厝体，对清朝流传到今，不是观察店、杂货仔店、甲米行。5年前，妇女救援基金会上阵这个所在有袂少观光客，专家伊设计做阿嬷兜人权博物馆。一个部分是传承整个历史的一些真相的部分，大家看它真相哈。第二部分希望传承一个女性的一些。那个性别人权的一些意涵在里面。未来的进程拢想要到讲，这个议题内底有遮尔大的学问，来参观了，才了解讲台湾有遮尔济、遮尔辛苦的女性有遭受讲这款的议题。不如个阿嬷兜人权馆逐个月简单出租就超过15万。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逐年平均得了300-400万。今年搁当着疫情，门票和一寡商品卖了歹，这趟冻到11月初就会关门，准备搬出。大概是每年都是负债在经营的。今年疫情的影响，门票收入像1到6月只有几千块，非常的困难。那之后民众去参观的时候，在那个大同区的附近，然后距离捷运站会更近一点。妇女救援基金会对1992年开始找出阿嬷的故事，教育艺术一步一步陪伴阿嬷行出历史，但因身上甲心内所留落来的伤痛。基金会讲，阿嬷对资本的59位，即马只剩2个，不过因会继续办展览，望搁较侪人重视性暴力的问题。记者民警张学台北报道。为了声援死刑犯屈和顺，民间团体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特赦，嘛替屈和顺举办特典“海王天光”。海王是屈和顺的片名，天光是代表对伊的祝福。用心，我将来要回来，我会遵照你所讲的言，去甲你做好。武者规身躯互红色打条条，拼死状也是装袂出司法不公义甲社会的偏见。
蔡瑞华舞蹈研究社舞蹈家詹天清用舞蹈表现死刑犯邱和顺的处境。伊讲，上大生透过媒体了解这个案件，难免未审先判。后来参与民间的声援行动，发现认定邱和顺有罪讲法真济矛盾，警察寻求的证据更加明显，导致声援愈深，就愈痛苦。我之前也写信。就是明信片寄给邱和顺，然后觉得大家这个社会是去响应这件事，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是没有结果。然后2年过去，5年过去了，到今天这个阶段，他还是深陷这样子的状况。民间疏解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声援这家23档的死刑犯邱和顺，邀请民众透过艺文体验了解邱和顺的遭遇。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年4月7号的时候有正式递交特赦请求书给蔡英文总统，然后总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继续透过民间的倡议行动，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就是邱和顺其实还在检所里面，还在等待被我们救援。就是我们平常去土城看守所这一次长得差不多是这样。现场写给出土城看守所接见式和民众体验，那是小名海王的邱和顺等待天光，这道壁小解案件，佮有真侪已经互枪决的，甲已经洗清完整的故事。这3、4档为死刑关头陆续平反的陈胜杰、齐祖强嘛参加声援。其实已经快要忘记那些事，不过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又开始回想在里面一些事，其实会有一些感触啦。邱和顺1988年和警方指控杀害新竹学童陆正甲保险业务员瓜洪玉兰。2011年法院判死刑确定，不过民间真侪团体替伊发冤枉。想要了解案情的民众，会使伫18进前来台北市的湿地艺文展览厅参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美国加州奥克兰市有一场真新鲜的选战，就是第55届要选市长。候选人不是人，是猫仔狗仔。现任的市长是一只猫仔，也毋过新选出来的市长是一只米克斯的狗仔，名号做美西，嘛顺利完成猫仔狗仔的正当轮替。加州旧金山园区奥克兰市55街，4位猫狗市长候选人拢正受民众嘉义，甲意识形态或者是党派之争比起来，因更较爱是困倒、互人抱甲食点心。万圣节迄暗投票结果出来，米克斯狗梅西拍败现任市长龟头老大流浪猫换里，正当轮替改条换代。梅西的主人讲伊是猫狗通吃。She's been here since she was a puppy. She grew up on 55th Street. She's friends to all dogs and a couple of cats. And her main platform is keeping Oakland rough. 另外2位候选人实力也真强，11岁正到立碰杯组的柴犬咪咪，也有这只10岁爱食罐头的虎斑鸟贝蒂，拢有因的支持者，替社区阻解真侪选举造成的火气。We decided that our cat Betty seemed mayoral and that maybe we needed a change on 55th Street. She's really good and she wants to crush the patriarchy. And so that's why I'm going to vote for her. Campaign slogan is, she'll bark when it matters. You know, honestly, I think everyone just needs a little levity from this anxiety-filled election season. And so this has just been a pure joy for our neighborhood, just to be out here and be talking with the constituents, having everybody tell us how they enjoy just seeing the dogs and the cats running this. And it's been a lot of fun. 2天因斗3天选务工作。投票亭、投票箱，连选票拢有条码，展现专业。比大人因为了要抢白宫大柜，伫咧互相抹黑，因互囡仔看到民主制度应该有的君主之争。Mostly, we're teaching the kids about democracy and about fairness, equity, justic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ll the kids make a choice, put it in the ballot box, have a little talk about democracy in our country, and just and of course candy. Because it's Halloween night. 记者综合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让全世界航空业、旅游业拢大受影响。相关的行业失业的人口已经超过10万人。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旅游的需求未消失，那疫情转好就会当恢复。
根据英国旅游周刊引用的资料，虽然全世界航空业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不过2020年10月中的客运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5%，高价平均票价因为各航空公司降价卖，比去年减少2成高。不过一寡相关的费率，包括维持航空等属的航空价、行李超重费、加座位安排加价，拢是维持疫情发生前的水准。表示旅客也是愿意开钱坐飞机。There is hope for travel, okay?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people still want to travel.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between 84 and 90% of the consumers we survey in various countries say they can't wait to start traveling again. 分析师根据今年6月，也就是2波疫情中所做的调查指出，有6成或者是更加侪旅客愿意为了赶时间开钱坐飞机，并且选更加舒适的飞，有超过5成的旅客愿意加钱有更加好的服务。The state of the virus changes almost, it seems, day to day. Right now, one of the safest parts of a journey is actually being on an airplane. Var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s a very small chance of catching COVID on an aircraft. 各航空公司为了要争取旅客，除了每一站飞行之间加强机舱内面的清洁甲消毒，空地群人员也拢有挂水烟，同时严正直的旅客上飞机进前就提供自费的病毒快筛。第一个采取这项措施的是美国的联合航空，不过目前只敢限定旧金山甲檀香山之间的航班。每一个快筛结果15分钟就当出来，至少要先来备7000克。当然要较俗的，不过时间就要等48点钟。除了联航以外，包括美国航空、夏威夷航空也拢开始做，要由机场经营业者所提供的快筛服务，包括纽约的甘乃迪机场、新泽西州的纽沃克机场。对此，卫生单位是无反对，不过也提醒民众，无同的快筛方式准确度有差。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来看一个好消息。这是澳洲的科学家伫大埔礁的北边发现一个大型的酸乌礁，超过500公尺悬，差不多是咱台北101的悬度。好消息是，这个酸乌也真健康，科学家真欢喜，因为这是120多年来头一摆看到。澳洲的海洋地质学家利用加州非营利的史密特海洋研究所的科研船福克尔号，伫昆士兰州约克角半岛130公里远，海面下40公尺的区域做3D 海床画图的时阵，意外发现这个敢若是多边垂直型的大型酸乌礁。So we know that the base of it is around 1.5 kilometres long. It's nearly exactly 500 metres tall, so it's far higher than Sydney Tower or the Eiffel Tower, even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ey look quite tiny next to it. 这是科学界120多年来第一遍发现这么大型的独立酸乌礁。研究人员用海底机器人沙巴斯坦翕这座酸乌礁，沿路收集海洋样本，以后要放伫咧昆士兰博物馆甲昆士兰历代博物馆内面收藏。这座酸乌礁是伫咧大陆旁的海床顶，不过唔是大埔礁主体一部分。伊顶头无真侪定酸乌，顶多是数量真侪海绵、海扇甲软酸乌，表示深海洋流的强烈水流，互这个区域带来真丰富的营养素。科学家讲，沙巴斯坦的摄影镜头翕到小胸腹鱼、银边真鲨加黑尾真鲨这寡酸乌礁的鱼类。So very healthy coral ecosystem on this, top of a 500-metre tall reef. It's not something you discover every day, and in fact, it's the first detached reef of that size to be found in over 120 years. 海洋科研船福克尔号伫咧澳洲四周边的海域要做1年的探索任务。船顶的科学家到11月中为止，会继续进行大埔礁北边的画图工作。10月20新发现的这个独立酸乌礁，就当互科学家研究几多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的时已经针对基隆市、台北市的山区、新北市的北海岸、新北市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东北风会吹来污染物，所以伫外岛甲下港，今仔日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急速，乡亲爱细致。接落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这礼拜天气会较寒，乡亲爱记得晒衫。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